那个晚上，我会负责的。轩哥，不是要到青青那儿陪他庆祝吗？怎么到江边来了？我们不去打扰他们，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哦，早知道我就不出来了。我带你来这儿，是有事情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你能不能先让我……那些日常摩擦的花火，如天台流星划过，抬头那一刻，治愈内心的软弱，不害怕在人海中淹没，哪怕我沉默不说，心里柔软的角落，你脸好也只红啊！允许你触摸。轩哥，这是我的初吻。苏有夏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很久了，比你喜欢我的时间还要长。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了你，可是你都对我没兴趣，我就只能借着欺负你，让你注意到我。带什么更值得我期待？遇见你是最美的邂逅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周子轩和苏苏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你哥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他俩今晚不来了。不来了？好像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。尝尝，这家牛排特别好吃，我今天特意要的5分熟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对了，南州，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还好。那个晚上，我会负责的。